这都什么和什么呀？这是，你看你今天穿的这衣服，跟国产电视剧似的。再说你送我这花儿，还有这蛋糕，有插这么多蜡烛的吗？这，你直接送我俩寿桃不就行了吗？阿秋，啊，我就说穿他妈这不行吧。还有你阿南啊，我给我女朋友过生日，你穿的跟黑社会一样吧？这人。耀白，我跟你很熟吗？你当我16岁无知少女啊，这么好糊弄？兄弟们坐啊，兄弟们！伤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南哥，我没事。小柯，这事儿呢你也别怪我。那天我亲自动手呢，我只是给兄弟们做个样子。这个规矩是大家当初定的，谁知道现在小白说了算，所以这规矩我懂。其实也怨不得别人，都是我自己犯的错。行，兄弟，你能这么想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来。烟呢？南哥，这烟你留着。在这喝。他妈抽这是什么呀？假的吧？还有烟吗？南哥，抽这个。这他妈才叫烟！操！南哥，这会儿你留着。大哥，我让严格计划，现在应有效果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啊，谢谢哥。后面的事儿你小子要盯紧啊！好哥，你放心哥，保我在我身上。